今日係2025年4月23號。今日咧就嚟紅橙園打蟲同埋補鈣，同埋打我隔離個300棵飛子燒。平時都有好多朋友問點樣去防掠果啊？我今刻咧就係打防掠果啊！我哋防掠咧就要提早，知道未啊？我哋喺個幼果期咧就要開始防掠噶啦。你到大咧就比較麻煩噶啦嚇，因為鈣嘅吸收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嘅，所以我哋防補鈣就要喺幼果期補鈣。我哋上次已經打過一次啦，紅橙啦，今次又打。打咩鈣咧？打呢隻果絲鈣啊！嗰啲易爆嘅荔枝啦，白糖罌啦，同埋個糯米糍啦，都可以加埋個當果囊一齊打嘅，知道未？你如果想防爆就加多個果絲鈣一齊去打，一瓶係對2千斤水嘅。飛子笑啊，飛子笑，如果你怕佢裂果，依家都可以打2期嘅，隔1個星期打一次。就係咁啦，我哋依家紅橙咧已經係有花生米咁大啦，依家就防蟲、補鈣同埋個打鹽免費，開工啊！